无所不入。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长各有其序。而最宝贵的是，这天地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我本人一生之主宰，曰定理，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治理，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故天天大道即是定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但我们也时刻可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我们轻轻的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信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做出这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因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无论是学识多丰富的学者，或是不是因善不走读，无论是穷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动作。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我们由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交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之视听联动。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且有时无刻不能追找它。古僧不显本自举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就称作自性老。我们了解了这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更减。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贫贱富贵，均无分无别。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因果。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治理，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天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固有的是我由天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
无形无相，即是真空。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要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三也。妙用者万灵真在也，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故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道离无身，此身在无异能。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必须追求之道也。三求道是求奢摩定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我们往往会看到物主的神奇，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我们身上的各天地物也是一样，每一分一秒，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的同时发生。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虽成千上万，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一切有条不紊，自然而成。道在无身，运用自如，在眼能视，在耳能听，在口能言，在鼻能闻香臭，在身能运用行动做事。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着天地万物，更主宰我们一身。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与我一身主宰，并非二元。道的本体无形无相，我们肉眼看不到它，手也摸不到它，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其妙用，更进而随着天时与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并且其造出人类的文明，此即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便以灵魂代表它，我们称其为自性老。因其没有生灭，也不会毁坏，我们也称其为真我。此真我乃是最不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朽的。现在我们来生一看，看得更多的这有形有相的肉体，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我们就可发觉，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我们一般知一换一相貌的人，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有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仍是好好的活着。我们的内脏呢，现在科学发明，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移植入人体。我们不能因此说这人不是他自己了，就在头部脑屁花。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的在换次减少和变化之，因此又形又相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之中。不知
解说。现在只简单的提出2点，首先，求道就是直接解出了真正永恒不朽的真果，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假若无视真果，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若是变假为真，更是我们为了盲目满足假果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因此，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人的真我良心，真我假我协调融合，使我们的人生不论文墨，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其次，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这门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自然有大人领取。如果此门无法开启，而被我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有可能会摔断腿。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真果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真果灵性握住的正门而被迫另寻旁门。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临终时，其肉体也显现山相互恐惧之处，与生涯之相。求道就是在于我们生来死去之后，还有哪一份啊？还有哪一份啊？谢谢啦，感恩啊！今天很幸运能求道，求得三宝，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所以让我们找回真我，认识我自己身上的好自然与良心作为待人不知准则，使人生更有意义，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100年之后，回到我们的来故家乡，所以天天大道就是回天之道。天天大道之宝贵，即是千金万点不足一点，此点打开圆环正门佛门，天堂大路一步之超级的永生之道。此点宝贵，超佛越祖，超经越典，超越天地，得到这一点宝贵，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故曰超生了不齐的永生，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我们已是人原来就有的一期返回天之道也。自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全球道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这是第一步。这宝贵的财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以离苦的乐人生在世，遭受种种之苦恼，又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果。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正视人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则不相随心传，还可与改变命运，累积弟兄，朝向光明，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2若喜男自有人以现代代或贯穿潦倒，一定不走，才人类守护欲直文明，终不愿愚昧的良心，甚至竞相时下的杀人武器。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在近代短数十年间，便发生了2次事故，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造成大气臭氧层之变、人心之变，干掉了天灾人祸连连，人类里为自己酝酿了一劫。因此上帝洪恩慈悲，特将2套谱传举使，以坏又良谱传举使，以坏又良善。求道以后，我们时刻存着以后，我们时刻存着此事验证甚多，不生枚；此事验证甚多，不生枚举。3超生塞尔维亚丰富的民俗文化，有3超生塞尔维亚丰富的民俗文化。 The customers and the music of the group are all original. Style and height of the group are all original. Style and height aesthetic of the diverse. 他们今天带来所有的服装跟音乐呢，都是原创的，他们今天带来所有的服装跟音乐呢，都是原创性。 Let's enjoy the show. 种欢乐又面， Let's enjoy the show. 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易变的，尤其到女成节不时，成功恢复庙方，是以智慧者有见于此，才超生了事。 因此，古人为求超生了事，并自生之力，不修此情，人在寻找民师达成心愿，应大道不传，先走后修，在求道过程中，先令名师立志，开启了我们后天道门，先后认识了因果，以因果为主宰，认识人心化灭的上部分的经典原理行为，100年之后，因果灵性自然反复加深，影响平安圣承贤的亚的演出团队，再次谢谢他们。It's a good show. 好，请我们的塞尔，他必然萌芽。接着下来要进场的是，掌声欢迎韩国江联合舞踊团。Let's welcome Gangyang Art Dance Company, South Korea. 好，我们呢来自韩国的国际团队呢，接着下来马上为大家带来精。构
够独善其身，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兼善天下。求道之后，只要我们时刻靠着道心良心，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享道的好处，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静息一生，精进不懈，何山是一层更上行事业，为天之后，天我为无天的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天命就是三头五心，名师以言远观开，大开六本佛来，天堂飞自我身外，天上地下我常在，能天天看到的尊敬对是否非是在人与文字相生不可得，非是在天地万变上的，非是在掌握法上的，非是在事事面上的，非是在我觉三能上的，非是在来法发手上的，常皆是上法为内法，是高僧了此说对生死之法也。是韩国的表演团队，不要错过了，他们陆续有精彩的演出。Let's give them a big hand. Thank you. 好，接着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国内的团队这是2个团体加起来的，欢迎8名。会是我的来，还有呢，来自各地涵盖老中青3代，参加无数活动的这个38湖。好，让我们掌声欢迎，掌声鼓励演出。心到亲老心业土，天天大道之小，寺庙之鬼庙容颜，不学传之天之先觉妙用妙能，天地人万物万类，当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天地人万物万类，可分妙天地不为其妙用妙能，故曰万灵真不凡也。顺天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得看星斗万变，日月如光，阴阳2气不能流通，万物万类世界的永生，人人皆得提升成仙，大地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这金木水火土不能相配，月下同生，山入海水山，一时万物万类世界的永生，真不能得。
天天大道。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赐，将自己亲切的大道传于世，使我们有机会和子天知道。另一方面，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上有德愿意先后所愿成熟，才能够顺利得到。此外，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谢谢。好，让我们再次的谢谢他们涵盖老中青三代哦，用不一样的方式诠释出来。是建造的精神，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要在良心作为依归，换得到以后，你的力助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对你多了解到的意义，并让这个结盟上天道的福祉。三得到以后，绝不将求得的三宝告知任何人。三宝必须在光明的求道过程中，坚定地吃完整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若由我们泄露给其他人，则暂毫无意义哦。要我们自己也违反了颠沛的良心劝和不忍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遵从实践良心愿，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悲心静之正因道种，使它顺利萌芽开花结果，才不至于不得天灾难同的求道修道良根。之有意义的是，我们能顺利得到唯心之一即是沾到德的光，是不上天开恩，只要我们修道有成，则我们的天有机会可以的国内团队之后呢，继续，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斯洛伐克的纳森西民俗舞团。Let's welcome Poldar Ensemble Nasensi Slovakia. 好，我们非常谢谢他们，也让他们久等了。他们等一下。条件，则无 The 论任何 ensemble 国 contains 界 of 准 35 members in 3 sections: 都可以得到。 singing and music. 大道， Let's enjoy the showtime. 之间的穷通受攸关。我本人心地善良，我有先天天地天后，这就是我本人诠释我的和善是本人。天有功德，做善事，以及上有德。我不然老兵老师，二个老做过功德善事，有一有有老兵生病得到样式，生活有什么影响？士兵就接上天的开天天看到主团共有良善之时，团方是皆以方便善巧，竞争起居为原则，因此求道不会对我们日常的生活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和比以往许多人不都普遍，甚至家的修
行方式有很大差别，也正因为如此，今天创造团在日音乐后的现代，是以社会的各个阶层，关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使人人皆有共沾共荣的文化造的机会。几点来看你与任何宗教没有好，继这个斯洛伐克团队之后，接着下来进场的，让我们欢迎来自泰国的圣若瑟晚纳民族舞蹈团。前，甚至在泰国的传统民族舞蹈。Central Banda Folk Dance Team is dedicated at the passionate group of performers hailing from the Eastern Central Banda School. 好，这个团队呢是来自泰国，还有沙漠。就不会当中，还有在民族舞蹈团当中，所有的团员都是精通各种传统泰国民族舞蹈。The Central Banda Folk Dance Team is well versed in the variety of traditional dance. Enjoy the good show. 能与道吻合与印证。若我们原有某种宗教信仰，受到压不会造成任何因素，会使我们背弃原有的信仰，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有更深一层的体验。二，以良心经为最高威业，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制度的规定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所以，投票后的威胁活动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现有真我良心在自己，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律法之钻研上下功夫。三，照良心认行，有何后果本重要的一点，求道并非从外在加给我们良心与真理，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因此求道后，所有真修实情之人，皆是自动自发的。师父，投票后，我们照良心选而行，并不将出现任何外力来强好，谢谢泰国团队。 Let's give it a big hand. 好，继我们的泰国表演团队之后呢，接着下来，掌声欢迎要进场的是拉脱维亚离国民族舞团。进场的离国民族舞团呢是拉脱维亚5大最佳的民族舞蹈团之一。In addition to more than 40 concerts per year inducted. 而且他们除了每年在拉脱维亚演出了有40多场的音乐会之外呢，舞团还个独特的原创舞蹈。 The company performers adopt original dance each year, with their styles and most of which have won major awards at the national level. 让我们掌声欢迎定点演出。时时刻刻一言一行的天和地天地良心存依归，就是对我之实践。 会使我们生活更充糟之人事物，而汇成一股力量，在
give it a big hand. Thank you. 再次的谢谢。 Good job. Thank you. 好，继国际表演团队之后呢，接天空间万事我们万掌声物，欢迎我们国内呢怀飞扬民族舞团，特别为大家介绍飞扬民族舞团呢，历年累积特优第1名、特优的金奖、优秀的剧目奖，到目前为止国内到今到达了1000余项了，而且今天呢，特别借由我们的带队老师呢，为大家带来一样也是他们原创的作品。在这个原创的作品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飞扬的民族舞。信心，一个和人，一路有柔道，经过身在天地，一名世界，爱是欢笑门，欢上山，我对其高深为末，死后皆是身软如年，另一个如生，名信修入门归天公不品师，下骨不厚，甚有多至数日不见，亦相传智者。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还未进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但却无法否认这事实的存在。这种现象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但及其反现而相违，而不道之人无欲道不之感道败德者，不敢定论外，其余则一其皆是肉身意见只为伤，即可证其灵性高善性，他无疑问。二人虽不为万物之灵，其实是很脆弱的，自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才是了人做的威胁。在遇到人力不可挽救之危急情况下，称使用三宝，谢谢，让我们也谢谢飞扬民族舞团。好，接在此一例艺术坊，我们特别介绍赤山表演艺术坊呢，他们是以热闹多元的台湾特色呈现在地的文化，而且特别的是，他们结合了扯铃的全新编制哦，也不知传统的民族在得到的保障，在文化上还是在视觉上有不同的文化以及舞蹈的感受。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呢，也希望借由老师的带队，呈现不一样的感官视觉。掌声欢迎定点演出。自知，希望各位具有善心，有机会能和文化的天生与世，皆能更广山而反而威，皆能有道纯真善性。
表演团队之后呢，接着下来一样掌声欢迎来自国际的尼泊尔加德满都艺术家俱乐部。Let's welcome Kathmandu artists.好，他们呢在今天一样要为大家带来保存的尼泊尔传统民间音乐以及舞蹈。The Kanda Artists Club of Nepal aims to preserve Nepal's traditional folk music and dance 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他们的演出内容是以当地的特色乐器还有舞蹈的演出为主。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with productions featuring local musical instruments. 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出的风格强。Their dance performances in a strong style that deeply echoes the culture of local communities. 而且借由他们促成了加德满都艺术家俱乐部的成立呢，希望可以再次的发扬尼泊尔加德满都。A group of Nepal artists have related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their traditions. 而且他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尼泊尔呢是以古老的文化遗产闻名于世界。To Artists Club. 尽管这个国家呢非常的小，可是呢，他们具有种族文化跟地理的多样性。Nepal, the country of Mount Everest, is world renowned for its rich cultural heritage. 好，演出。 Let's enjoy the show. They all tried to express and transmit their more and more, we will realize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essence of all the authority and power. Center of all religious to probe further. It's not posterior, which means that it is not. Thank you. 谢谢尼泊尔团队。 Thank you. It's a good show. 好，继我们的尼泊尔团队之后呢，接着下来掌声欢迎要进场的是菲律宾。 It is only thou that Let's welcome Sri Lankan Dance Command to Philippines. 好，我们接着下来进场的菲律宾的西德拉坎舞蹈国在今天的演出当中呢，也是希望透过他们的舞蹈 can be smaller than 阐述的菲律宾丰富的文化遗产。 The dance command is led by a group of passionate and skilled who bring each dance to life with intricate moments. 他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呢，舞团非常 human beings. 有过程的能够忠实的呈现那种舞蹈形式当中的文化内涵。 Let's welcome. Dharmas. It encompasses all the religions. Nang tungkol ay ating sabayan. Sa musika'y iindak ang katawan. Pagkain, sayaw, sining at musika. Ritual to Pilipinas, tunay ka
hinihingi. Sa pagsikat ng araw, kagandahan ay matadala. Sumiyak Practice vows to live. isang Visayas, Mindanao, pasasalamat ang sigaw. Peace like a family. It's mighty inscribed. Order and in cycles. Feel, to taste. Move 哇，谢谢。 Let's give it a big hand! Wow, it's so cool! 哇，继我们相当精彩的菲律宾的辛德拉凯演出团队之后呢，好，接着下来， divine self. Thank you! 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来点更不一样的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蒙古的蒙古娱乐。 Let's welcome Mongolia Entertainment Mongolia! 好，特别为大家介绍他们 It is nothing 舞蹈风格。 Mongolia Entertainment is specialized in a wide range of dance styles. 而且这些呢舞蹈风格正式融合了我们蒙古的当地的一些演出的文化。 This style of dance to think is a is performance. 掌声欢迎定点演出。 Let's welcome. when we shake hands. Systems and the level of knowledge we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naturally, without learning can be forgotten. Are always 哇，谢谢来自蒙古的蒙古娱乐。 Well, let's give them a big hand. It's a good show. 好，也非常的谢谢他们。继蒙古娱乐演出之后呢，接着下来要进场的让。 because it 国内表演团队人武剧场，我们也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人武剧场呢，多年来秉持原创的精神，也希望呢，透过他们开发台湾舞蹈表演艺术崭新的方式呢，让大家可以知道。 because 而且呢，人武剧场呢，在每年呢固定的发表新作，在国内以及国外呢争场无限，也获得了相当多的成绩。我们掌声欢迎定点演出。 receiving doubt, we not only find the
itself. With its must be able to without learning. We call it is the foundation. This almighty being is not only in charge of the entire universe, but also in charge of 谢谢人物剧场精彩的比较。 abilities of 剧场之后，接着下来呢，要为大家进场演出的是属于古镇的，让我们欢迎奉天神鼓。好，奉天神鼓在进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他演出的 the world we admire. 在震撼当中，也希望带给大家欢乐震撼的感觉，也希望透过他们的鼓艺呢，能够带给我们台湾在地的很多的演出团体，希望透过古乐演出传播。 Our bodies. 到欧洲的捷克、日本、厦门等地演出，并且呢，历经了很多的征战哦，成绩也是相当的棒。而且呢，在他们发迹过程当中，有个创新的作品哦，大家请听，请看定点演出。 Thousands of activities that happen within a without the need for our intents to be involved. Human being in his working out its originate from Tao's being. Take a look at 后呢，接着下来要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说，接着下来欢迎我们倒数第3团，也就是来自纽西兰的七福塔神龙团。Let's welcome the Molly Tenifa 毛利舞蹈表演的团体。The Teniki Uta of New Zealand is a group that is specialized in traditional Maori performance. 而且在今天晚上他们的定点演出也为大家带来了涵盖。
Through songs and dance, the Danifa region preserve the precious tradition that have bee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而且他们希望呢，就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呈现给全世界的人知道。 The audience, the culture, origin, and the identify of the Mali people. 掌声欢迎！ Let's enjoy the show. Its tentative and tragic nature by recogniz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ue self and luckily, we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of receiving and learning. We treasures our straight details of them will be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light received now. We discuss issues first and received now, the true self gets commanded. It leads to our conscience. Upon the time when material pursuits surpasses spiritual seeking, the true self in order to fulfill and satisfy the sensational desires of the false self, we may commit wrongdoings and harm others, eventually creating troubles for ourselves. Our inner conscience is identified and is working Wow! Let's give it a big hand. Making our lives Okay, everyone, let's welcome Cultural Association, the Rose of Algeria. 好，接下来呢，要进场的是来自于阿尔及利亚的玫瑰舞团，在这边要特别跟大家。 mercy and wisdom. 阿雷个舞蹈，还有他们当地的内哈里舞蹈，以及当地的萨菲舞蹈。 Sports and Culture Associations, they have performances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featuring Lego dance, Are jumping off the set mountain. of dance. 而且呢，这三类的舞蹈类型呢，其实呢，最主要的都是希望呈现给全世界的人知道呢，阿尔及利亚它表现了出来他们日常的生活和韧性的主题舞蹈。 The dance is When the body is dance of the better people, and the third delicate steps and the strong rhythm. 而且也希望呢，透过精致的舞蹈跟强烈的节奏，让大家感受到他们当地的文化。 Its demonstration the unique culture characteristical experience at the 面他们的舞蹈当中呢，也是以比较特别的这种热情的肩部的舞蹈动作，还有脚步的动作为特征。 Their dance specialized their patient and their dance. 另外一种类型 vision. After 团体的舞蹈，让大家感受到他们强烈的节奏感。 Okay, let's welcome. Enjoy the show. Thank you. Thank you. the opportunity to recognize I'm sure and the doubt that dwells within us. We are born with conscience and make our lives more meaningful. We can transcend life to probe further.
Had never lost it at all. Yes, I was interested in that. I did not want to we act upon our conscience, gain more wisdom, and find the Lord to heaven. We also benefit a being away from sufferings and closer to happiness, the troubles and Kaçırmaz. Bir sefer içine öldü. helps us to recognize that God has been restored and true self, so that our behavior and mind is pleasures and being swayed by the losses and pains of the material world. Since our minds are cultivated spiritually, thus, our generations to a Wow, let's give them a big hand in the good show. in recent 还要 centuries. 进场的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日本福冈大学英泰福。 Let's welcome Fukuoka University Japan drummers. Japan. 为大家介绍日本银太鼓呢，他们非常擅长演奏各种 In reviewing these Japan drummers passing on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taiko drumming. 不论是大型的战鼓，还是大家看到的小型的手鼓，都可以展现他们独特的音色跟节奏。 They specialize in playing and tragedies. drummers of all sizes, from large scale war drums to small scale tambourines. 而且呢，日本银太鼓呢，他们也是希望他们将鼓带到全世界各地，借由他们的演出，可以让 Of human beings. 太鼓强大而有力的表演风格。 With the aim of delivering the best performance, the drummers practice hard every day,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to give their ultimate efforts. 好，让我们掌声欢 In order to save good The show. after we receive thou with the true meaning thou mind, we will be and in control of what happens to us. We will be able to get away from bad happiness and goodness. Throughout the journey of life, we today and gone tomorrow. Rather than seeking the pleasure of material life, the wise men for the weeks of their lifetime searching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and eternity. In old times, doubt could only be received after harsh self
Wow! Wow! Give them a big hand. 好，演出团队。 Thank you, Japan. Thank you, Japan. I love you so much. 好，现场的朋友们，好， Overwhelming utility. 刚才我们所有的演出团队演出精不精彩？如果精彩的话，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好，来哦，慧谦跟泰瑞呢要提醒现场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哦。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请问现在是几点几分？ 6点09分，你的手表是不是跟我一样是6点09分呢？是的，好，6点30分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有一个非常， Disadvantages. 团队要来为大家做演出。而且呢，我们在介绍日本干灯季的演出之前，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现场的朋友跟我们配合，因为呢，日本干灯季的演。 And certainly with 请我们第一排、第二排的观众朋友退到我们的这个马路后面，就是退到我们的人行步道砖上面就好了，也就是我们的马路千万不要有人。是的，因为等一下呢，我们的演出。 by which Grandmasters can perform the passage of Tao.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from Grandmasters directly opens the main gate of our bodies, which revolves out of our nature. It reveals that 南宁国际民俗艺术节下午彩介活动了，东正路有封路就开到民族路来了。 energy of God, and with the heavenly decree, the enlightenment of God is extremely profound and marvelous. It cannot be completely expressed by any words of languages. It is not recorded in any scriptures or sutras. It cannot be described by preaching, nor can it be acquired by human intelligence, nor derived from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nor achieved from gifted talents, because the above mentioned all have to be created and can be eliminated, which means that they cannot last forever themselves. They all bear partiality and cannot be applied universally. Hence, they cannot surpass light cycles, nor can they reach eternity. 2. The wonder of the effects and omnipotence of Tao is beyond words. It is the wisdom that does not come from man. It is not the acquired from God and possess intrinsically. It is the same divine power behind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It is conscious, the whole of God. It is the divine underlying image of the Spirit of God. Tao is too marvelous to be described. It makes us know without merely 谢谢我们的回来舞集。好，接下来呢，大家看到哇，这个也是颜色非常亮丽的，让我们欢迎迪迪舞蹈剧场。他们在今天呢定点的演出当中呢，也希望呢结集了我们相当多的青年舞蹈精英，在他们自创的这个舞蹈作品当中，让大家可以欣赏到他们对于美感的触动。掌声定点演出。 Without doubt, the stars and planets in the sky would be that warrior. The sun and the moon could be that illuminated or revolved properly.
water, fire, and soil, couldn't he have been balanced and complemented one another, which could have put the entire world in chaos? Mountains would have collapsed, lands would have cracked, and oceans would have dried up. Likewise, this world wouldn't be an environment for us to live in six. Without God, we, human beings, wouldn't be have been able to walk, to see, to hear, to speak, or to move. Our physical bodies would deteriorate quickly into a pile of soil in 100 days. 7. If one really comprehends the effects and omnipotence of God, and can practice accordingly and persistently, one can communicate with and be united with God. This is the absolute truth. It is a glory and marvel beyond description. 演出，谢谢他们。好，继我们的国内表演团队之后，进场的掌声欢迎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今天他们的演出呢，要带来巴拉圭的平舞跟波尔卡舞。The dance company has more than 20 This is what and the folklore dances such as the Gabriel Battle dance and the polka.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特别哦，因为他们的演出特点呢是穿着具有代表性的服装，还有相当不一样的舞蹈。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定点演出。Let's welcome. We should realize it comes from God. The sound of God is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at the approaching of the worldwide calamities. People with mere unconscientious mind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learning about God and the way back to heaven. If all these holds true, people could have the fortune of receiving power derived from the tree of righteous ancestors. In addition, during the passage of God, it is required that we make promises to God. After we receive from God, we receive in our daily life. They become invalid to the person, and we also deprive of the all the promises also benefit from it and children and their descendants. As long as we are prepared to have the attention, we are qualified to receive God, no matter what nationality, race, or religion we belong. First, in order to be attentive and the reverse cycles, to avoid the ordeal of
哇，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每个团队都非常的棒。好，继续呢，让我们欢迎来自。Let's welcome Hong Kong Dance Ensemble Malaysia. 也希望借由他们今天的演出呢，能够让大家体会到马来西亚丰富的民族舞蹈。Hong Kong Dance Ensemble is dedicated to promotion of the local dance art, especially Chinese folk dance, classical dance, modern Chinese dance, and more. 掌声欢迎！ Let's welcome. Traditional Maori performance. 而且在今天晚上他们的定点演出也为大家带来了涵盖。Through songs and dance, the Danifara Vichang preserve the precious tradition that have bee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而且他们希望呢，就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呈现给全世界的人知道。The audience, the culture, origin and identify of the Maori people. 掌声欢迎！ Let's enjoy the show.
为大家介绍日本银太鼓呢，他们非常擅长演奏各种。不论是大型的战鼓，还是大家看到的小型的手鼓，都可以展现他们独特的音色跟节奏。They specialize in playing of all size, from large scale word drums to small scale tambourines. 而且呢，日本银太鼓呢，他们也是希望呢，他们将鼓带到全世界各地，借由他们的演出，可以让太鼓强大而有力的表演风格。With the end of delivering the best performance, the drummers practice hard every day,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to give their ultimate effort.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 The show.
千万不要走开哦。请问现在是几点几分6:09分，你的手表是不是跟我一样是6:09分呢？是的，好，6:30分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有一个非常团队要来为大家做演出。而且呢，我们在介绍日本干灯季的演出之前，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现场的朋友跟我们配合，因为呢，日本干灯季的请我们第一排、第二排的观众朋友退到我们的这个马路后面，就是退到我们的人行凤道砖上面就好了，也就是我们的马路，千万不要有人。是的，因为等一下呢，我们的演出。南宁国际民俗艺术节下午彩介活动了，中正路有封路就开到民族路来了。
的，让我们欢迎迪迪舞蹈剧场。他们在今天呢定点的演出当中呢，也希望呢结集了我们相当多的青年舞蹈精英，在他们自创的这个舞蹈作品当中，让大家可以欣赏到他们对于美感的触动。掌声定点演出。团队之后进场的，掌声欢迎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今天他们的演出呢，要带来巴拉圭的平舞跟波尔卡舞。The dance company has more than 20 and the folklore dances such as the popular battle dance and the polka。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特别哦，因为他们的演出特点呢是穿着具有代表性的服装，还有相当不一样的舞蹈。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定点演出。Let's welcome。
每个团队都非常的棒。好，继续呢，让我们欢迎来自。Let's welcome Hong Kong Dance Ensemble Malaysia. 也希望借由他们今天的演出呢，能够让大家体会到马来西亚丰富的民族舞蹈。Hong Kong Dance Ensemble is dedicated to promotion of the local dance art, especially Chinese folk dance, classical dance, modern Chinese dance, and more. 掌声欢迎 Let's welcome. Let's give them a big hand. 好，非常的精彩。欢迎日本也和泰国。Let's welcome Japan. 哇，想必呢大家非常的期待，而且呢在他们准备的过程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日本也和泰国呢，在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呢，演出的场次大于有100场以上。Every year, Nova Daegu performs more than 100 shows we sing at outside of Fukuoka for children. 而且呢，在他们成立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日本福冈市早良区创立很早的太鼓团体。All members of the group receive both and the regional training, which not only enhance their skills but also shapes their performances. 掌声欢迎定点演出。Let's welcome.
东方古老色彩无可再比拟的宝岛之光。等一下呢，我们就继续来欣赏由老师们自己自创的非常棒的舞蹈创作作品，也希望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一支舞集常年下来担任文化活动所有的艺文精彩的精神。而且他们在20多年以来呢，也将台湾的风采传遍至少有4大洲80余多个城市。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定点演出。谢谢。好，继一支舞集之后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那是我们新营在地的团队劲舞之艺术空间。好，劲舞之艺术空间。舞蹈师资团队，而且希望呢，这个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带来快乐以及自信。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呢出战的这些年轻朋友们，从小到大呢都可以感受到，在舞蹈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热爱，还有成就感。也希望呢，我们在地的深耕团队能够获得包括我们市民朋友，还有外县市朋友们多多的鼓励，在课程设计多元，还有涵盖街舞、瑜伽，还有这个有氧，还有舞蹈的过程当中，接着下来，让我们欣赏他们带来的定点演出。谢谢。好，继国内团队之后呢，接着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际团队来自塞尔维亚的西姆诺夫图戈维民族舞团。Let's welcome both dance groups in Milano, Dubrovnik, Serbia. 好，今天他们塞尔维亚丰富的民俗文化。The costumes and the music of the group are all original. 他们 Time and highly aesthetic and diverse. 他们今天带来所有的服装跟音乐呢，都是原创性。Let's enjoy the show.
and South Korea. 好，我们呢来自韩国的国际团队呢，接着下来马上为大家带来精。 哇！是韩国的表演团队，不要错过了，他们陆续有精彩的演出。Let's give them a big hand. Thank you. 好，接着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啊，我们国内的团队哦，这是2个团体加起来的，欢迎8名。 还有呢，来自各地涵盖老中青3代，参加无数活动的这个38股。好，让我们掌声欢迎，掌声鼓励演出。
谢谢。好，让我们再次的谢谢他们涵盖老中青三代哦，用不一样的方式诠释出来。久等了，他们等一下。The Istanbul Quartet of 35 members in 3 sections. Singing and music. Let's enjoy the showtime. Production to the air. 有什么好处？具备什么条件才一手到六？让美国在生活和什么影响低潮的好贵有什么？大到先天，大到后天，都到。我们是要开有趣而自然且万事万物的根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天地人万物的天地生成之前也已存在，故曰先天大道。道者一也，都是天地，在天地人万物为生以前，道亦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不生不灭，来代表着宇宙间万物不变的真理。
只是一环名调子。好，继这个斯洛伐克团队之后，接着下来进场的，让我们欢迎来自泰国的圣诺瑟晚纳民族舞蹈团。形容它。来泰国的传统民族舞蹈。Central Banda Folk Dance Team is dynamic and a passionate group of performers coming from the Eastern Central Banda School. 好，这个团队呢是来自泰国，还有沙漠。当中，还有在民族舞蹈团当中，所有的团员都是精通各种传统泰国民族舞蹈。The Central Band Folk Dance Team is well versed in the variety of traditional dance. Enjoy the good show. 到大领回，我们虽然无时无刻一步开到的本地和教授，却很不容易去认识他。因为在2、3千年前，各giáo圣人今日是各化西方，针对当时边实地力图众生的根基，留下千千万遍，传下诸多去恶从善的修持法门，同时也向举度众生认识冥冥中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我们称其为道或生道，均是一名传统名。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导致人体与调动的合一。因此，道虽然含盖各大教门的精义，为天门外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局限于宗教的寓意。而上帝或道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及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所以我们好，谢谢泰国团队。Let's give it a big hand. 好，继我们的泰国表演团队之后呢，接着下来，掌声欢迎要进场的是拉脱维亚黎果民族舞团。宇宙的根本。进场的黎果民族舞团呢是拉脱维亚5大最佳的民族舞蹈团之一。In addition to more than 40 concerts per year in the town. 而且他们除了每年在拉脱维亚演出了有40多场的音乐会之外呢，舞团还先在后的独特的原创舞蹈。The company performers adopts original dance each year, with their styles and most of which have won major awards at the national level. 让我们掌声欢迎定点演出。无不包围无可入无可无万无所不通无所不可万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万彻了万点万彻了天法万法万彻了天道万真意，人与人之间之间地同是人，从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二道人所有得可以到的宝贵，天地生成之后，道在万类。各有其趣，我们最宝贵的是万物的主宰。
能看、能听、能谢吃、谢，谢谢来自拉脱维亚的表演团队。Thank you, thank you. 再次的谢谢。 Good job, thank you. 好，继国际表演团队之后呢，接礼不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国内呢怀飞扬民族舞团，特别为大家介绍飞扬民族舞团呢，历年累积特优第1名、特优的金奖、优秀的剧目奖，到目前为止国内。 但我们到达了1000亿一项了，而且今天呢，特别借由我们的带队老师呢，为大家带来一样也是他们原创的作品。在这个原创的作品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飞扬的民族舞秘和奥妙。很轻轻的过一下手，就算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其中所牵涉到的主角关节部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一套不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所透过的能力，却完全不因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无论是学识多丰富的学者，或是路不是因散步走读，无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起。动作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成，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负载我们一生的道理。我们由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而到了能力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那而能如来宇宙的运作高效，到而能主宰我们一生。谢谢，让我们也谢谢飞扬民族舞团。好，接有用而艺术坊，我们特别介绍赤山表演艺术坊呢，他们是以热闹多元的台湾特色呈现在地的文化，而且特别的是，他们结合了扯铃的全新编制也不知传统的民族在就在我们在文化上还是在视觉上有不同的文化以及舞蹈的感受。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呢，也希望借由老师的带队，呈现不一样的感官视觉。掌声欢迎定点演出。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的门能求得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自生不灭的不只认识和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至理，也找回生活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自有的是我由天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知。我的良知即是天经，天经即是道心，心心无形而上，即是人空，人空之妙，空幻不空，空中之妙有。生也生理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化神。
接下来一样掌声欢迎来自国际的尼泊尔加德满都艺术家俱乐部。Let's welcome Kathmandu artists. 然界每一好，他们呢在今天一样要为大家带来保存的尼泊尔传统民间音乐以及舞蹈。The Ganda Artists Club of Nepal aims to preserve Nepal's traditional folk music and dance 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每一分一秒。他们的演出内容是以当地的特色乐器还有舞蹈的演出为主。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with productions featuring local musical instruments. 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出的风格强。好其作用。 Their dance performances in a strong style that deeply enhance the culture of local communities. 而且借由他们促成了加德满都艺术家俱乐部的成立呢，希望可以再次的发扬尼泊尔加德满都。再也能 A group of Nepal artists have related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their traditions. 而且他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尼泊尔呢是以古老的文化遗产闻名于世界。 And 所以我们 the 了 artists 解 club. 尽管这个国家呢非常的小，可是呢，他们具有种族文化跟地理的多样性。 Nepal, the country of Mount Everest, is world renowned for its rich ancestral heritage. 好，非二也。 演出。 Let's enjoy the show. 不像我们先看不到它，手也摸不到它，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其妙用。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的发展，美元文字音节及造人类的文字，这即是我们的知识的作用。一般人不了解到在于我们自身的本质和效用，到它的存在代表它的老，因此人有生灭，不会毁坏。秀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健康的这肉体，动向的肉体，能不能代表把一个人生命不同阶段肉片拿来比较，我们就可发觉，面貌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一般一贯下落，却不是永恒的。我们的知识解读是人我梦人性深刻的守护者，仍是好好的活着。我们的内脏呢？现在科学康明，彼此不同。谢谢尼泊尔团队。 Thank you. It's a good show. 好，继我们的尼泊尔团队之后呢，接着下来掌声欢迎要进场的是菲律宾。在头的脑 Let's welcome Sri Lanka Dance Command, Philippines. 开始。好，我们接着下来进场的菲律宾的西德拉坎舞蹈呢，在今天的演出当中呢，也是希望透过他们的舞蹈是真我的阐述的菲律宾丰富的文化遗产。 The dance command is led by a group of passionate and skilled who bring each dance to life with intricate moments. 他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呢，舞团非常因它有过程的能够忠实的呈现那种舞蹈形式当中的文化内涵。对于 Let's welcome. 我有所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有得见大脑。 大精深，你的内容在头脑会想。现在是
永恒不朽的烟火，日郎本是在人生将永无停止走肉，或是人家为人，纵使我们为了盲目满足下所繁琐快体内容的事，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干货，因此让我把我们立在本身生不论存活，是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哇，谢谢！ Let's give it a big hand! Wow, it's so cool! 哇，继我们相当精彩的菲律宾的希特拉凯演出团队之后呢，好，接着下来，此门无法开启，而被破空。好，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来点更不一样的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蒙古的蒙古娱乐。 Let's welcome Mongolia Entertainment Mongolia. 好，特别为大家介绍他们我灵性舞蹈风格。 Mongolia Entertainment is specially designed in a wide range of dance styles. 而且这些呢舞蹈风格正是融合了我们蒙古的当地的一些演出的文化。 This style of dance 其恐惧与 is 焦虑 performance. 是 掌声欢迎地点演出。 Let's welcome. 治疗死后的恐怖与不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临终时，其肉体皆现片山相互恐惧无助，与挣扎悲伤，受到肉体开始我们的天然，通天大路。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收到柔和三宝大安林通天之正缘，让我们找回真我，认识我自己身上的老自然体量，作为感人不虚准则，使人生更有意义。生得到超生条子的保障，百年之后，我们的来自家乡，我今天大道之宝贵，于是千金万点，如一点，大安人关照了我们，大此典宝为超佛越古，而今越显超越天地，得到这也宝贵，法国之天地之。哇，谢谢来自蒙古的蒙古娱乐。 Wow, let's give them a big hand. It's a good show. 好，也非常的谢谢他们。继蒙古娱乐演出之后呢，接着下来要进场的让返回天之内表演团队人武剧场，我们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人武剧场呢，多年来秉持原创的精神，也希望呢，透过他们开发台湾舞蹈表演艺术崭新的方式呢，让大家可以知道。 而且呢，人武剧场呢，在每年呢固定的发表新作，在国内以及国外呢争场无限，也获得了相当多的成绩。我们掌声欢迎定点演出。人生在世，遭受种种之苦恼，就其根源皆是因迷失了因果。回我们本手是真是本是美，是无人们。
单传读手贯穿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就是生意到微与其他的他人物。谢谢人物剧场精彩的比较历史。在剧场之后，接着下来呢，要为大家进场演出的是属于古镇的，让我们欢迎奉天神鼓。好，奉天神鼓在进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他演出的。损害了自然在震撼当中，也希望带给大家欢乐震撼的感觉，也希望透过他们的鼓艺呢，能够带给我们台湾在地的很多的演出团体，希望透过古乐演出传播连。搬到欧洲的捷克、日本、厦门等地演出，并且呢，历经了很多的征战哦，成绩也是相当的棒。而且呢，在他们发迹过程当中，有个创新的作品哦，大家请听、请看定点演求到以后，我们时刻存着道心，以良心待人处事，帮助众人领悟和万物的灾祸时，只要诚心使用三宝，必能在一劫从中化一。此事见证甚多，生美举。三高僧了人生，又如一段乐章篇的旅程，遭受生存竞争、衰老、病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而人间种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不变的。尤其当旅程结束时，终不成功，归途渺茫，刻骨惊令人稀，怅惘。不是一智慧者有志于此，乃与高僧了死，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为人生至高之目标，不待先修后的。因此，古人为求高僧了死，尽毕生之力苦修苦行，仍难以讨得名师拿手心愿，如今大道不还，先走后修。谢谢，再次谢谢奉天神鼓。师一指。后呢，接着下来要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说，接着下来欢迎我们倒数第3团，也就是来自纽西兰的七波塔神龙团。Let's welcome the Molly Tennifa 远离邪毛利舞蹈表演的团体。 The Teniki Una of New Zealand is a group that is specialized in traditional Maori performance. 而且在今天晚上他们的定点演出也为大家带来了涵盖回顾家乡。 Through songs and dance, the Tanifa region preserves the precious tradition that have bee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而且他们希望呢，只有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呈现给全世界的人知道。 智慧慈 The audience, the culture, origins,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Maori people. 掌声欢迎！ Let's enjoy the show.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做出善提升，更使我们有机会和体边善边下。求道之后，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不计个人得失荣辱，目的是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享到的好处，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并其提升。
Rose of Algeria。好，接着下来呢，要进场的是来自于阿尔及利亚的玫瑰舞团，在这边要特别跟大家上的阿雷的舞蹈，还有他们当地的内哈里舞蹈，以及当地的萨菲舞蹈。Sport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they have performance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featuring Lego dance, 奇妙级 set-up dance. 而且呢，这3类的舞蹈类型呢，其实呢，最主要的都是希望呈现给全世界的人知道呢，阿尔及利亚它表现了出来他们日常的生活和韧性的主题舞蹈。Heritage is 再找回来 dance of the better people, and the spirit delicate steps and the strong rhythm. 而且也希望呢，透过精致的舞蹈跟强烈的节奏，让大家感受到他们当地的文化。It's demonstration the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al 之鬼妙面他们的舞蹈当中呢，也是以比较特别的这种热情的肩部的舞蹈动作，还有脚步的动作为特征。Their dance specialized their patient and their dance. 另外一种类型呢，用团体的舞蹈，让大家感受到他们强烈的节奏感。Okay, that's welcome. Enjoy the show. 而升天地人万物万类，升 Thank 天 you. 地人万物万类之后，天地人万物万类，时可分妙也非，开题妙中妙层，故曰万灵真属散也。设若天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等，则泛听柔幻与日月如光，亦不能滚转，则阴阳万体不能流通，万物万类世界本众生，人人皆不得其生存。大体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等，则金木水不能相配，则现象同生，山峰地域海水枯干。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不能得其生存。设主人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等，则寸骨难平，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总之全身不能动作。一载日之后，成了一堆臭土臭泥。来天天大道妙用妙等的宝贵，表示意义。设作觉悟认识天天大道之妙用妙等的支持而实行，即是天人则以天人一体治理觉言妙容言，是此后成佛当体离佛矣。故曰如来佛如是佛也。乃者天天大道修天天大道之宝库，故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必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无尽的宝库。我们一口能有会显得在天地的事实上，我们能得闻天天大道。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相续不负心切的大道护传之事，使我们有机会得世间之道。另一方面，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上有则根基深厚、佛缘成熟，才能够顺利求道。此外，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道路上帝和其良心愿意，大为三次教典一得道以后，在决定界定实践遭的精神，也就是日常生活所言所行，因愿哇！再次的谢谢阿尔及利亚的玫瑰舞
give them a big hand and a good shout. 祝周围要进场的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日本福冈大学银太鼓。Let's welcome Fukuoka University Japan drummers. Japan. 为大家介绍日本银太鼓呢，他们非常擅长演奏各种。绝不将求 Japan drummers passing on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taiko drumming. 不论是大型的战鼓，还是大家看到的小型的手鼓，都可以展现他们独特的音色跟节奏。They specialize in playing 若有我们 drummers of all sizes, from large scale word drums to small scale tambourines. 而且呢，日本银太鼓呢，他们也是希望他们将鼓带到全世界各地，借由他们的演出，可以让人本具太鼓强大而有力的表演风格。With the aim of delivering the best performance, the drummers practice hard every day,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to give their ultimate efforts. 好，让我们掌声。下的智慧， The 非 show. 听尽之又应造就，使它顺利萌芽开花结果。来是居住这天在南同的求道修道良门。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顺利求道，原因之一是甘老祖德的功夫，天父上天开恩。只要我们修道永恒，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超生得救。我们的子孙地的印记，对父母祖先尽大小，这是最好的机会。只要具备以上条件，则无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求道。欲求得天边大道，脱出轮回之苦，地狱之灾。世间的穷丰收、州官寡妇、无生老病死，而在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必须我有得遇6万年良辰佳期的幸运。我本人心地善良，我有先天根基深厚，也就是我在人前始做的功德善事很多。此即天缘，我本人祖先有功德做善事，自己祖上有德。我个人遇到引导师与我得道，此佛缘已至。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或一同有修过宗教，今生遇天道像是一同得道修道，其佛缘已至。Wow. 六佛告诉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现今正值上天 Wow, give them a big hand. 正修良善之时，好祖传方式演出团队便善，以众生起因为缘和，因此修道不会自我。 Thank you, Japan. I love you so much. 好，现场的朋友们，好，与以往许多刚才人我们所有的演出团队演出精不精彩？如果精彩的话，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好，来哦，慧清跟泰瑞呢要提醒现场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哦。现在，请问现在是几点几分6:09分，你的手表是不是跟我一样是6:09分呢？是的，好，6:30分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有一个非常关于求道团队要来为大家做演出。而且呢，我们在介绍日本干灯祭的演出之前，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现场的朋友跟我们配合，因为呢，日本干灯祭的最高主，请我们第一排、第二排的观众朋友退到我们的这个马路后面，就是退到我们的人行凤道砖上面就好了，也就是我们的马路，千万不要有人。是的，因为等一下呢，我们的演教门，教及教义是追求真理。
心，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事实上，物质宗教，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则自然南宁万国际民俗艺术节下午彩介活动，东正路有风路就开到民族路来了。若我们原有某种宗教信仰，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也不会使我们背弃原有的信仰，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有更深一层的体认。爱与良心应为最高规戒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戒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所以，求道后的规戒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由真我良心主宰自己，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律法之钻研上下功夫。三不照良心愿行，有何后果？很重要的一点，求道并非从外在加给我们良心与真理，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因此，求道后，所有真修实行之人，皆是自动自发的。是不求道后，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而自然改过向善。四圣凡间修真我之实践，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因此，现今大道普传，并不要我们家舍业到深山古寺之中修炼，而是在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圣凡间修。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一言一行，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依归，就是真我之实践。务由提升自己而兼善天下，求道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心灵更和谐。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借自身之提升，影响周遭之人事物，继而汇成一股力量，在这举世天理良心日趋沦丧之潮流中，匡正人心，力挽狂澜。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先天大道普传之宗旨，即弥勒佛的原慈大愿，化污浊的人间为人间净土，化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国。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道是宇宙的至高真理？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真正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体认到，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许多贤贤得道之后，发出了大诚心、大信心、大智慧，真修真行，皆能参悟到，不止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到，
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甚至一草一木，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体认至此，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而尚未求道或刚求道者，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以奠定初步的信心。任何人只要有求道，经过身但天命之名师点开玄关正门，传授三宝者，无论其功德高深为末，死后皆是身软如棉，面色如生，灵性由正门归天，东不品湿，下不腐臭，甚有多至数日不变，亦相满至者。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但却无法否认个事实的存在。这种现象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但极其罕见而珍贵，而求道之人除信道不笃于反道拜德者不敢定论外，其余则比比皆是。肉身既显似瑞香，如可证其灵性与登善性，当无疑问。爱人虽不为万物之灵，其实是很脆弱的。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就难免天灾人祸的威胁，甚多以求道者，在遇到人力不可挽救之危急情况下，诚心使用三宝，皆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种例证多得不可胜数。